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华语礼拜即将开始，请大家可以回到座位上面，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准备好今天的礼拜。为了维持礼拜的秩序，也请大家把手机关机或者是改成震动模式。那也请每个小组的铁三角能够尽量往前面坐，谢谢。铁三角同工来到前面坐哈，铁三角同工呢不要超过那个第一根柱子哈。好，我们铁三角来往前坐，铁三角都要往前坐。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这个时候请起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将一厅的弟兄姐妹都就位了。OK， 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极美的时刻里边，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吗？你现在呢，找三个人，然后你跟他说，今天是我们敬拜最美的时刻，来。找三个人跟他说，敬拜最美的时刻，敬拜最美的时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见面就是恩典，我们可以见面就有神的大能在你的里面，阿们。是，所以你的心灵，你的灵魂体，你是兴盛的，请举手一下。灵魂体是兴盛的，阿们。好，放下来。是，当你宣告的时候，你灵魂体是兴盛，你就是兴盛的，阿们。好吗？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来邀请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有3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方言，我们可以跟圣灵的一个对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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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的盾牌，阿们。他就是我们的保护者。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攻读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
阿门，阿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脚，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好吗？我们一起来呼喊3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预备好了吗？把我们的手举起来，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神的亚。荣耀现在就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对神说：主啊，充满我，阿门。
的宣告，我们已经得胜了，因为神为我们征战。阿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向我们的神歌唱。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出火主带领，甩开复兴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巨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那么凭信心来宣告，我们已经得胜了。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出火主带领，甩开复兴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用嘴呼喊神的圣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要继续来高举你的名。耶稣，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耶稣，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再次的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
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邀请大家可以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他。我的名字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失去，然而若这失去经过了神的同意，那失去就不是失去了，反而是得着。阿们。因为神他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在我们的道路当中，神给我们的，他不是要来定罪我们，也不是要来处罚我们，乃是神透过各样的患难，他都要叫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阿们。在软弱的人的身上，要显出基督，他是更加完全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生命里面2024年走到现在，已经进入11月，马上就要进入这今年的尾声。我们在下个礼拜有感恩节，要感恩什么呢？感恩上帝对你的照顾，让你现在依然能够站在这里，来向这一位至高的真神来敬拜他。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让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爱里边，能够彼此的互相照顾扶持。感谢神，让我们的工作能够在神的引导当中能够兴盛。感谢神，让我们的小组在小组长、铁三角同工他们这样的爱护，让我们的小组每一个组员都能够得着一个很棒的一个属灵的家。有好多好多需要我们来感恩，因此在下个礼拜是感恩节，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一个感恩。所以在这个时刻，牧师要来邀请我们要来为我们今年的事来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保守我们的国家平安，保守我们都在他的看顾里面。阿们吗？感谢主，因为他所做一切的恩典胜过我们所明白的。好，为我们一切的平安要来向神献上感恩，也继续的代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不仅得着平安，为平安而感恩，我们更要为得着更多的灵魂来向神祈求。阿们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人，会的带不会的，我们进入我们的 RPG 的祷告，勇敢的、信心的来宣告、来祷告，会的带不会的，哈利路亚！两个人，哈利路亚！为着现在拥有的来感恩，为着明年也向神来祈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向主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为我们今年能够进入到神你带领我们一切的美好，主啊，我们所领受到的，就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主啊，只要当下我们还能够来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恩典充满在这里边。我们也为我们明年，主啊，你真是赏赐，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很新的意象，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心飞向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祝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心灵要在这个里面来兴旺，要得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托住祷告，哈利路亚！一起来。名字刻画在你心中，你可知道你的名字都在神的心里面，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理财的，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
男生、女生跟女生，你跟他稍微拥抱一下，然后你跟他说：“主供应你的需要，主供应你的需要。”哈利路亚！主他愿意拥抱你，就如同你拥抱他一样。哈利路亚！因为主爱你，所以他配得我们大声的赞美他。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透过弟兄姐妹来爱我们。一切尊贵荣耀，圣灵运行在这了。是的，十架带来了遮盖。你是我珍贵的主，耶稣。我们宣告，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举起来，你的眼睛看着你的手心，然后我们说：主，你是我尊贵的耶稣。来，一起说：主，你是我尊贵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这样尊荣耶稣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所有的败坏、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消极的意念都会离开。当你高高的尊荣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地上你所有的忧虑都会挪开。所以学习每一时刻都尊荣神、赞美神。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尊荣跟赞美化为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加拉太书第5章17节到18节。加拉太书第5章第17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2遍。来，请。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2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等一下，好。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好，再一次，请。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2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最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论基督徒的自由2：整全的人”。弟兄姐妹，请我们拿起我们的右手，提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一起来宣告。OK， 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这总是一个是很甜美的时刻。如果用1个礼拜来讲，1个礼拜的时间来讲，我深信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是最美的时刻，你相信吗？为什么呢？要问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定焦于我们所信奉的上帝，对不对？并且我们不但定焦于他，我们也把时间跟人都分别为圣出来了，而且我们是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的合一。阿们。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所预备的，他们诚心实意的
把自己的时间分别为圣，来预备所有的服事。所以这个时刻，因为我相信，当我们在这里把教会的门打开，把大家每一个人的心门打开的时候，圣灵就同在，天使就下来，阿们，能力就护庇，阿们，恩典恩膏就必满溢出来，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一个最美的见证，阿们。所以你说一个礼拜最甜美的时刻，最有能力的时刻，最荣耀的时刻就在这里，所以不来吗？不来吗？要想尽办法要来，阿们。在直播的你们错过了这在现场的机会，所以以为直播就可以等同在这里。我说 no， 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都一起在这里的，我们的心是彼此相连的，棒不棒？跟隔壁说，你真的是有福气，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那今天牧师要继续要来诉说我们到德国去马丁路德宗教之旅这样的一个途径，也透过这样也从马丁路德所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个主题，我们继续来思考。我相信这会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更美好。好，这是上个礼拜牧师有简介的哈，牧师用了更清楚的这个地图让大家看哈。莱茵河有没有？我们到法兰克福。就那一天就搭船，很漂亮的哈，不给你们看相片的哈，让你们那个流口水，因为你们可以自己去的哈。去到科隆大教堂，哇，那个是整个德国最美、最多的最棒的景点哈。然后那间大教堂用632年搭建，然后哈。那到圣保罗大教堂，那是一个历史上对德国来讲，对欧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里明斯特的叛变30年后，就在圣保罗大教堂那里签署了和平的条约，并且也停止了欧洲整个过去80年来的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和平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到了汉堡，有没有去？跟钟汉恩尼塔夫妇，我们在那里一起分享把他们跟永光教会更紧密的连结。我相信他们今天在网络上还是看我们一起来敬拜，对，真是很棒哈。那到那里我们有看到圣尼古拉斯，就是圣诞老公公的教会哈虽然是毁坏了，但是建筑的架构都在见证诉说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神掌权。然后我们来到了柏林，当然去到了柏林围墙去到了柏林大教堂。然后我们再往下走，来到德累斯顿，就在那里开始有马街的足迹，其实是从那个路德的足迹哈，对就在圣母教堂。上个礼拜牧师有说，圣母教堂不是天主教的，他那一间已经变成路德会的礼拜堂哈。所以从那里开始，今天牧师要继续来讲2个点哈，我们去的2个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就是圣母教堂，有没有在德累斯顿的地方哈 ？OK， 好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几张相片这是易北河莱茵河以外，易北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看整个易北河这个旁有好多的古建筑物都城堡啦、教堂啦，哇，很多宫殿啦等等的都在这里可以看见你看这个哇，真的也是很漂亮的我们在高台上往下看。这个是高等地方法院，左边是他们的博物馆。其实光这里博物馆就数不尽了我们也没机会进去看反正就是很多历史，从中世纪以来留下非常多的历史，在这里可以看见。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叫芝温格堡芝温格堡，那很特别，因为这是一个宫体皇宫然后
我看到哇，那个皇冠好漂亮，对不对？我就想尽办法要把那个皇冠摘下来，戴在潘牧师的头上哈。你们相信可以不可以？我做到了哈，有没有？有没有？有哈，哇，真的，还生了2只脚，有没有？那个是神圣的脚哈，感谢主哈，然后接下来牧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从那里开始往托尔高哈，托尔高，这是马丁路德的太太凯蒂波拉的住屋哈。那我们去，其实那没看到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建筑物而已，但是却是有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然后后来我们去了最重要我们去德国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到路德城那个维滕贝格哈，维滕贝格，其实维滕贝格也称为威登堡。那威登堡我们就知道那在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前贴了95条的论纲就在这里哈，所以整个宗教改革从这里开始。那里我们也去到路德之家，因为路德成年以后，他所有的时间大概就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奥古斯丁的前的修道院，然后有一个贵族就把那个地方送给马丁路德，让有一个住处，他也在那里哈他生了6个孩子，领养了10个，对不对？还有因为空间很多，他就是他太太就把空间弄一弄，让许多的学生，就是威登堡大学的学生都能够进驻在那里。我看历史他师母他在住最多人的时候，大概是120个人120个人，然后都是他煮饭给他们吃，哇，超厉害的！有没有办法，潘牧师？这个潘牧师就输多了哈，120个，他要养活4个就不容易了。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嘛，对不对？哈，感谢主哈。OK，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就是凯蒂的他家的外围，我们在那里一起照个相哈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里面住宿的里面哈潘牧师也在旁边照个相哈让我们留个纪念。然后我们就到了重要的路德之家这是他的外围哈维滕贝格也称为威登堡也称为威登堡。然后我们再进去看里面看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路德他成年以后，他长期住在这里哈，所以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人住呢？你看就知道了哈。不只是这个重要的还没到对，就是都整个很漂亮的地方神给他有这个产业让他能够很安静，其实他也不安静你想说120个人住在一起会安静吗？但是他常常能够自己来思想神的话语，对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OK 这个在庭院上有一个雕像这就是跑过去了那个雕像潘牧师也在那里一起照相OK， 那我们那里完以后，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圣玛利亚教堂。圣玛利亚教堂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马丁路德在那里第一次用德文讲道。你说，不是德国人嘛，用德文讲道不是很正常吗？不，在天主教之前，他们认定神的话语是神圣的，所以只有神父。他们可以朗读给弟兄姐妹，然后他再翻译给大家听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在讲道的时候用
德文都是用拉丁文，好，所以对德国人来讲，如果没有读书，他根本没机会接触到拉丁文，啊，这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读书，你可能你要涉猎到英文就比较少嘛，对不对？啊，但是马丁路德他在领受，知道说神的话语不能把那个权柄握在手中，应该让弟兄姐妹们，他们有渴慕神的话语，就可以自己读。好，所以这是打破过去以来天主教的一个规定。哦，他用德文讲道给大家听，哇，真的是很特别哈！感谢主啊！如果这个他没有打破的话，我现在讲到可能我要用希腊文讲，或者希伯来文讲啊。对，好，这是当时候很特别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就在这里哈。他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用德语来讲道。OK， 好，那这个就是威登堡大教堂。当时候威登堡大学成立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学的一个礼拜堂。那现在也称它为宗教改革的纪念教堂哈。那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特别，因为威登堡大教堂就是路德他对于学术上提出95条的论纲要大家来讨论来辩论的哈这个是整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新教的一个开始，就从这里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左边的这张图那个拱形的那个就是大门我把它拍摄大一点，就在这里。然后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就是95条的论纲哈。好，那在这个大教堂，它的钟楼高有88公尺哈，88公尺大概我们现在的几楼呢？大概25楼到30楼那么高，好。25楼到30楼这么高。那在这里有刻的就是路德他所写的一首诗歌，我们常常会唱，最有名的就是上主是我们坚固保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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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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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刚来新竹不久，你一定听不懂这一句歌。这是很古老的圣诗哈，他在15多年前所写的哈。那现在有的我们还是会唱哦，传统的教会的话还是会有。那路德后来有路德会就是整个德国非常重要新教的一个教派，它的有一个徽章就是这个徽章哈。所以你到现在看到有这个徽章，就是这个是路德宗的路德会的教会哈。好，这就是大教堂里面哦，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哈。然后就在讲台的右边前方，那就是马丁路德他埋葬的地方啊。那庞牧师有跟路德一起拍照，就在这里哈。那我也去查了路德上面那个写的那个是德文，我看不懂，对不对？但是我有去把它查出来，他那里是这样写说：这里埋葬着神学博士马丁路德的身体。他于主后1546年2月18日死于家乡艾斯莱本，在世共63年2个月又10天。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感动哦。原来在神所使用的人的生命当中不是用年来算，对不对？我们会说他这个人在世活了几年，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算精准一点，对不对？应该用天来算，因为每一天都有恩典，每一天都可为见证。阿们。哇！所以我看到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当世人在追念他的时候，每一天他都在记录的神的作为，太棒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珍惜每一天？礼拜一礼拜到礼拜天到礼拜六你
你不要只把礼拜天分别为圣出来，不，你每一天都是神圣的，每一天都有神的能力护庇。你每一天都需要耶稣帮助吗？都需要吧。每一天都需要神差派使者来保护吗？需要啊。若不然，为了打蚊子摔下来，那很严重的，对不对？但是神依然有保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一起来说：来，我看重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有恩典。阿们。是的，你的每一天都非常的重要。阿们。你的每一天不能离弃神，不能离弃主给你的爱，给你的温暖。若不然的话，你会非常的孤独，你非常的无助的话，你那一天怎么活下去？怎么走过去？所以每一天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来看马丁路德他的整个走过的人生，一个小阶段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历史里面都看见神的恩手。阿们。这是必要的。在你的家庭里面，每一天你也都可以看见神的恩手在带领，在扶持，在帮助，在加给力量。阿们。这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的。那牧师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整个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那一天，在威登堡大教堂贴了95条的论纲。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有一个宗教改革日，就是10月31号。所以每次我们看到10月31号，或者听到马丁路德，或者听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明白，就是从那个点开始，那个时间点、那个地点开始，就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从这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他是一个神学的教授，他是一个神学的博士，他照着他们平常的习惯，他会写论文啊，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然后会放在期刊，让大家来供大家读，然后可以讨论嘛。当时候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他有一些的论文，一些的学说，他就会把它写起来，然后公布让大家来看。因为当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电脑方便啊，印刷术这么的这么的那个嘛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够这样来做。所以本来它的原意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时候刚好是整个印刷术的兴起，所以有人就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借着印刷就传遍了德国以及欧洲。所以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啊！这个他所提出来的，对当时候的天主教教皇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挑战。然而，神是历史的神，他知道该调整改变的时候，他会赋予人有这样的使命，然后有这样的胆识，也有这样的资源来帮助，让一切回归到神的正道里面。这是神在历史每一次的作为，我们都可以去发现的。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这样，我们来看整个95条论纲里面大概所提的就是这样说：得赦免唯一的途径是悔改。你要罪得赦免，唯一的途径是悔改。他说：你买赎罪券不能买去，不能赎去炼狱的一个刑罚。这是当时候他所提出的。他说：因为炼狱的刑罚是神所加给的，教会法或是教宗无权可以减免的，不可能。你不能用赎罪券就说我不要刑罚了，对不对？可以吗？不行的。现在我们的法院法官如果判你有刑，对不对？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可以1颗罚金，对不对？用钱去买你的时间，不用被关，有没有？但是比较重大的嘞，可以吗？是不行的现在沸腾腾的，我们社会新闻我们都可以去了解。那当时候天主教认为是可以
好，这是极大极大的，因为他们有他们财务的需要，但是这样是违背真理的。所以马丁路德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赎罪券只是助长那发行者的贪婪，引发大众对教宗的一个反对而已。当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些的95条的论纲一发送出去，哇，大家都非常的心有所感的。没钱的怎么办？有钱的他们可以胡作非为啊！没钱的人，没钱买赎罪券的，就一定要受苦了，不是吗？那怎么在神的眼中会是这样吗？神看重有钱的人，不看重没钱的人吗？也许也有弟兄姐妹会认为说啊，牧师都只看重那有钱的人。我告诉各位，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也堂堂正正在神的面前跟大家说 ，no， 绝对没有。在我的心里，包括长老、弟兄姐妹、铁三角，甚至卑微的，我都认为他们尽他们的力量劳力在工作的，这都值得肯定的，对不对？在神的眼中，每一个都是尊贵的。我用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就对了，那就对了。好，这是我勇敢的该在神的面前讲这一句话。所以我们感谢神。那第一条他所提出的是什么？说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意思就是说，悔改不只是一时的了。我们看有的人有惯犯，对不对？就是习惯性。那习惯往好的就是祝福哦，习惯往不好的那就是咒诅了，不是吗？所以你的习惯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差别很多。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更谦卑的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卑微的，我是不足的，我常被诱惑去做你不喜欢的，常说一些是不合你心意的，主啊，求你饶恕，求你怜悯我。那神会不会饶恕你？会的，因为他是怜悯的神，愿意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无限次的愿意饶恕你。但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要回转向他，回转向他就是悔改的意思。好，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然后第95条是这样写说唯有经历各样的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能有把握进入天国。他意思在这里，他还有那个所谓的禁欲主义的观念，还有苦行主义的观念。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但是不久以后，他对真理越明白以后，不，苦行也不能换取你称义的条件呐。这是后来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当牧师长讲这些的历史重要，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历史，就看见神的圣手。阿们。你也要当你在回顾你家庭的历史，你个人走过的日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记录起来？牧师都有把它记录起来。一年，今年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都会记录。当我回想的时候，每次回想看那些的时候，我会看见，哇，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阿们。我们会有数不尽的感恩在里面只是因为我们懂得回顾。我相信在历史里面，我们会看见神的足迹。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来了解。路德说，悔改是一生的事情，是内心的行动。他也说是外在的苦行。但是我说，后来他认定不到这里，要是一个全然的相信才是重要的。所以他说，悔改不是忏悔告解的一个仪式不是也不是用钱可以买来赎罪的，不是，这是不是的
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哈。OK， 那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思考，当他在说悔改这件事的时候，到底耶稣到底圣经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圣经记载马可1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度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那是宣告末世已经到了。这是宣告末世已经到了，神的国近了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神已经为我们开启了恩典，而这恩典的时刻到有一天是会完成的，而这个时刻的完成就是基督再临的时刻了。所以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你们当，这个当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当我们还没悔改以前，我们是绕在罪恶的当中，我们是被恶者所辖制的，在黑暗的权势当中过着一个自己愿意但是却做不到那善那让神喜悦的一个生活的内涵。这是我们当悔改那个当字提醒我们，而他也告诉我们要当悔改，然后信福音。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接受这福音。他说悔改开始是从悔改，而这悔改是因为圣灵对你已经有感动，你愿意说主啊，对我放下自己来听圣灵的声音，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如此的话，悔改就是一个过程咯。悔改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我们相信那是一场善恶之争，那是一场正邪之战。这是基督徒你我们所避免不了的。也许我们过去不太认识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战争，但是我们越看见人的软弱跟恶者的权谋的时候，我们就会越了解这是战争，这是战争。所以我们看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里面，牧师就提出第二个这样的一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他提到的是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他说有两个人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他说那一个是属血气的，或者称为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这是他说在这两个在我们的里面天天上演的就是一个矛盾，就是一个征战。这愿神给我们能够来了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说要征战得胜，从哪里开始？从心开始。你要征战得胜，不是外在做得多显赫，让人看到就很羡慕，不是，从心开始。得胜的人一定是从心开始。如果不是从心开始，外面的假象只是掩饰你内心的空虚跟无助。外面的假象只是让人看了很羡慕，但是在你个人的隐秘处，你却是黑暗的，是无助的，是彷徨的。这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每天活现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加拉太书5章第17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灵里面有情欲跟圣灵的相争，有圣灵跟情欲的相争。他把这个互调一次再谈，有它特别的意义。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所以马丁路德就因此说，人有两个性，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就人称为灵魂的灵性说，就是属灵的人，或称为里面的人，或称为新人，或我们也称他为灵人。这是我们灵里面的。但是他又说，人称为血气属肉体的性说呢，这个属肉体的性说就是属血气的人，也是说属外表的人，或说是旧人。他说很清楚的，一个人有两面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用比较浅白的话来形容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种人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呢。我们有两等人一个是外体的人，一个是内心的人。他说外体虽毁坏，但是内心灵人是可以怎么样不断的更新的，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如此的话，就求神给我们来了解这一场的战争，我们所面对的。保罗非常清楚的，他用不同的角度或者是专有名词再来解释这个让我们更明白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章21到24节。保罗所述说的是不是你我的情境？有人说这个情境我没有吗？不可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保罗是何等人，他为什么还会这样子，还会落入在这种情境里面呢？保罗啊，你不是已经天主教称为你圣保罗，神格化了，不是吗？保罗非常清楚他自己，他是血肉的人，他有血肉之躯，他有他的所谓的欲望，甚至有不好的欲望，但是他知道他怎么样来胜过这一切。他所诉说的说我真是苦啊，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会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所表达出来的不是我的本意啊，我真是苦啊。我所期待让对方理解的，怎么他的见解是这么这样子？哇，真是陷我于不义呀！怎么会是这个情况呢？落差这么多，我原本是想说爱他，但是我讲出来的是让他觉得我是恨他的，怎么会是这样子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越觉得我真是苦啊，对不对？会有陷入这种情况里面呢？不是没有，当然这不会是你生活的全部，但是却搅扰着你我，在走神喜悦的道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跛脚，会跌倒，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保罗不只是说到这里让我们成为一个绝望的人，不，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宣告说，我们一起来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虽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7章25节，很特别的，保罗说，我要感谢神，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败坏。因为怎么样？我内心，我的灵人我愿意顺服神，我的肉体，我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控制它的时候，它却顺服了罪的律了。但是当我越顺服神越强，
我的灵人越强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可以管控我的肉体，这是必要的。阿们。这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叫你去苦修禁欲，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你的身体也是荣耀的身体，你知道吗？圣经岂不告诉我们，你的身体，这是耶稣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放弃你的身体，不管你的身体说我的灵活泼健康就好，我的身体败坏没关系。但是有的人让身体败坏是什么？去做坏事呢？去放纵情欲呢？吃喝玩乐什么都要呢？但是求神帮助我们，那个叫纵欲主义。他们觉得这个身体本来就败坏的，让它败坏吧？不是的。也不是说那身体我们是败坏，我们要禁止它，让它瘦巴巴的，让它看起来就是没有营养的，就是非常神圣的，不是，都不是，都不是。因为整全的人是什么？是神创造你我的时候，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给我们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挑战，然而不要灰心，在基督里面我们必然可以得胜的。阿们。你跟隔壁说这句话来。对，不要灰心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是必然得胜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我们怎么样来阻止这邪情恶行呢？哇，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圣经就有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8章13到14节。牧师最喜欢特别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研究罗马书，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跟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贴近的，而且这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稳固的一个真理哈。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一定会死。这个死不只是肉体的死，包括灵里的死，是全人的死啊。好，他说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如果说治死到身体就结束，那我们就惨了，又把自己打得怎么样？稀里哗哗的、惨兮兮的，才能够得救的感觉。他说的是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身体的恶行，这是关键哦。他说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阿们。你是神的儿女吗？如果你顺服圣灵的，你就是神的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也有说，在哥罗西书3章第5节，他说：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同淫乱、污秽、闲情、恶欲和贪婪。他把我们生活上的行为最恶毒的、最不好的、最让人家包括一般的人都看为不好的，就把这里写出来，有没有？这叫我们来明白，我们要治死的不是身体，而是身体所行出来那不好不属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从头开始，你的思想，你要单单仰望神，有神的话语来炼净你的思想。让你的思想是光明的，是充满阳光的。这个思想必要成为你的祝福。当你的思想正确、喜乐，消极的、负面的渐渐离开以后，你的思想会带到你的心来。
你的心就会开始敞开，对神敞开，对人敞开。你不必偷偷摸摸的做一些好像怕别人知道的事情。对，如果你觉得那是怕别人知道的，你心里已经，你的良心就告诉你，那不是神所喜欢的，不是吗？所以你的思想干净以后，你的心，帮助你的心可以去取舍何为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此的话，你心思意念正确了，你所说的所行的就一定会是神所祝福的。阿们。这是必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跟灵性，我们才能够恢复神创造人给我们的形象跟样式的美好。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生活多忙碌，你一定要有一个片刻时间理清你的想法，这些的想法是属世的还是属神的？这些的意念是肉体的需要还是灵里的需要？这个分辨非常的重要。当你能够分辨这一切，我告诉你，你的心就渐渐的完全属于神的了。阿们。而你所带出的那影响力跟从神而来所领受的祝福，一定是全人的健康。阿们。这是必要的。所以马丁路德提到的论基督徒的自由里面，其实他说的是人的本性，但是我读了他东西以后，我认为说应该把它定义为整全的人。因为若提到只是人的本性，我们会陷入到罪恶里面。但是如果你了解你这个人从灵魂体都是神所创造、神所祝福的，而如今为什么你的体是这样残破不堪，或者怎么样又怎么样，或者你的想法怎么常常会有那些不好的，你话语出来本来是要祝福的，怎么变成咒诅的？这些都跟你这边有关系。你要全求神帮助，炼净你的思想意念，用神的话语来植入。打针在你，用神的话语打针好了，就听得更懂，对不对？让你的思想能够是清洁的，是喜悦的。如此的话，你整个人就会越来越健康。阿们。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是神应许在他的祝福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保障是什么？是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他对天父所求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5、17节。阿们。对，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明白，耶稣不是叫我们快快离开世界，然而他创造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一定有给我们的命定，或者称为使命。当你明白的时候，你用有限的时间空间活出神的美好，这就是神对你的祝福，对你周围的祝福，对你家人的祝福，这是必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神的话语真理来成圣，也让我们能够更喜悦的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定根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工作一切就能够更合乎神的喜悦。阿们。所以下个礼拜牧师要继续谈一个主题，叫做什么？神的话语。对，就是真理，就是真理。这是第三个论基督徒自由的时候所提到的。OK， 我们跟各位说，愿你全人健康兴盛。来，愿你全人健康兴盛。阿们，阿们。OK， 好，最后牧师要讲一个题外话马丁路德他是神学家，我们知道，其实他也是一个作曲家
我这次去看他的博物馆，他的住家啊，他所留下来的东西，我发现，马丁路德，不是马丁路德跟我一样，应该说我跟马丁路德一样了，对不对？因为他大我477岁呀。好，所以感谢主让我去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喜乐哈，因为马丁路德这是他人家帮他画的哈。马丁路德，这是他的家哦，他在家庭礼拜哦，他常常喜欢弹琴，然后带他的孩子。我说他有6个孩子，对不对？这里就有5个，对不对？因为1个出生以后就被蒙主恩召了哈。那后面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牧师也有一次也会来分享他的好朋友，跟大家来认识哈。对，那你知道吗？马丁路德他弹的这个琴叫什么琴？有没有人有研究过？很特别，对不对？潘牧师第一堂说那是琵琶，不是啊，琵琶是中国的乐器嘛，这个很特别，它称为鲁特琴，它是8条弦，然后4个音，但是插8音，就像我们现在的曼陀林的乐器是一样的，它要用片子来弹的哈。对这个是很特别哈。我去到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时候，有看到陈列，然后在瓦特堡，就是马丁路德在那里受庇护的时候，也看到哇。然后呢，鲁特琴就是曼陀林或吉他的前身呐，所以他跟我同号，对不对？所以我回来就一直想说，我要把吉他练得更好一点然后我研究他的历史里面，特别他随身都会携带这样的乐器不管是家庭或者亲友的聚会他都会弹琴带歌来赞美神那我就想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主领敬拜嘛，对不对他很喜悦这样的一件事情，他非常的看重教会的音乐，所以他有说仅次于上帝的话语，尊贵的音乐艺术是这世界伟大的珍宝。哇，他觉得神的话语以外，神也有人也说，音乐就是伊甸园留下唯一的东西这是有人这样说，那我查不到这个人是谁说的对，就是有人这样说那表示说音乐，我们也看从早期的教会开始到现在，音乐在教会的服事是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他说每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每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都不能静默不语，相反的，应当欢喜乐意，或唱歌，或讲说福音，好叫其他人听见。任何一个不愿唱歌，就显示他根本不相信福音。阿们。你唱歌吗？你唱诗歌赞美神吗？你愿意讲故事给人家听吗？见证吗？如果你有的话，那在马丁路德的眼中，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相信福音的。如果说我不喜欢唱歌，马丁路德会马上告诉你说，那你可能不相信福音他非常的看重这个，而且他说的很直白，对不对？不止这样他说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读来，年轻人若想当牧师传道，要有好的音乐装备，否则我不会按立他。哇！所以你们要服侍神的，愿意要在音乐上多装备，对不对？若不然的话，马丁路德来说，拍谁不爱给你按立这传道牧师当然他已经不会出现了但是这是他说的，这是非常重要。他在他的整个一生的服事里面，你看他写的诗歌到现在我们还在唱呢，对不对？而且牧师早上在预备的时候想
这首诗歌啊，刚好是表达他当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所带出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是很棒哦，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分享哦。OK，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哈。圣诗篇告诉我们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来呼喊。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赞美神。这赞美神主要的目的是要叫醒你沉睡的灵，让你的灵人不要睡着了。你灵人是活泼的话，你肉体就自然健康起来，这是必要的。所以灵魂体这样的一个步骤，是我们在信仰里面知道这是真理，这是答案。愿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阿们。你跟隔壁说，来，我们用夸赞的声音向神呼喊。是，每次我们敬拜神都是用夸胜的声音来敬拜，来赞美他。OK， 好。那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喽。来，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诗篇47篇第1节，再来，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诗篇47篇第1节。好，我们要来宣告哦，用宣告好不好？我宣告哦哈，我们大家自己来，预备来，我宣告，我要拍掌，我宣告，我要夸胜的声音，我宣告，我要向神来呼喊，阿们。再一次来，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诗篇47篇第1节，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要用夸胜的声音来向神呼喊。同心合一，起来敬拜，领受基督十架的爱，恩上加恩，信心倍增，感谢神灵时刻同在。我愿意献上自己，荣耀你尽心尽力，我喜爱宣扬福音，见证你恩典永留，同心合一，起来
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永光教会。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遇到一些的难处，主啊，在意外当中，我们相信你依然保守他们的性命免于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回应你，在任何的处境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也谢谢你，你兴起我们的同工，用爱心来第一时间彼此的关顾，彼此的扶持、带祷跟勉励，让我们在你的爱的包围里面，看见我们的心是软活的，因为你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主，你的仆人宣告，今天站在你面前，我们一起敬拜的每一个家，都是你所看重、你所要祝福的。每一个家，主，你的圣灵的光照要照进来，让他们的心每一个都是柔软的，让他们彼此的连结在你里面被神你所祝福。主啊，其中若需要洁净的，主啊，求你的保血再一次来做洁净的工作，让家成为干净的家，让家成为蒙福的家。谢谢你，每一个都是你所喜悦的，没有一个落空，没有一个被排除在耶稣基督以外。所以我宣告，永光人每一个家庭都有加倍的祝福要下来。跟随你的，你总是带领他们往前奔跑，充满喜乐，充满祝福，充满能力跟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平安。今天奉献的经文记在《申命记》16章17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我刚进来永光教会的时候，潘牧师就问我们可以参加圣歌队诗班吗？当然我们就欣然答应，也因此我的弟兄也得到了这个眼影的医治，阿们。在第3个主日礼拜结束的时候，一位石老师、石长老，就是甜甜的妈妈，她说：“姐妹，你愿意帮教会清洁厕所吗？”我愣了一下，我刚刚新来，那时候我并没有对外清洁工作过，担心会做不好。我才刚进来教会，就这么多人，怎么会是我呢？那石长老就说，教会的清洁工作都是我们长老在轮流打扫。那后来我就不多想，就答应他了。之后我们就跟我弟兄，之后我就去，我跟弟兄就去参加2度就业辅导清洁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有神为我们预备工作。回头去想，原来神已经在为我们预备2度就业的工作，也因着顺服，就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蒙福的恩典，也因此在我们的奉献上也为我们预备了约定奉献，荣耀归上帝，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和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我愿神力助我，重新得力，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
众请坐。接下来事工分享，把时间交给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在接下来这个礼拜的导读呢，主题是分享，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引言来，请。好。再一次的牧师来提醒我们，因为呢已经进入到11月了，所以我们在抄写导读的经文当中12月我们就要回收我们所有的导读的经文，我们要装订成本。那牧师提醒我们，倘若你现在有落很多的，赶快来补写，把它写上。牧师深信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可以完成的，把神的话语呢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好，接下来。好，那我们呢，下个礼拜呢就进入到1年1度的一个感恩节。好，所以这个感恩节呢，是对整年来神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家庭甚至是在我们的国家，还有在你的小组、在我们的教会，神给我们的赐福，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恩赐。所以呢，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因此，在下个礼拜呢，我们要一同来到前台，然后来奉献。那我们在周报上面呢有看到这个感恩奉献袋。感恩奉献袋呢是要让我们在下个礼拜1年1度，你把你的心意，然后呢转为金钱，然后呢放在这个奉献袋里面。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走到前头来奉献。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对神表达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向神来献上感恩。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来教会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会送上我们明年新的1年的永光月历哈，永光月历。好，再来。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鹿角蕨很快就要上场了。好我们来看到一下。好，那下午呢是我们的总召主持人还有桌长同工，因为呢他们在12月呢他要服侍我们，所以他们就不能做了。而且呢他们也需要知道到底现在这个鹿角蕨是怎么做、怎么绑，然后呢是怎么样把它栽种再去。现在呢原本的一颗是这样子，然后你做完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好好所以现在呢木头要怎么样所以呢这个都还是我们绑上去的所以有一些的过程。那今天下午是我们的服侍者下午要体验营，也就是你们要先学会怎么做，到时候呢 best 进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们所以呢我们总共有报名有500个人我们有很多的 best 要来参与在这个手作让他们就慢慢认识了教会。所以现在呢我们报名的你的小 baby 就是这么的大，是，所以呢我们12月总共有11场。那如果你的best 呢还可以邀请的，或者是说场次的，都一定要确定起来，因为这个都要预备，而且是一批一批过来他如果500株通通送上来，那要放哪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一批过来，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人数。所以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我们的组员在这个鹿角蕨的手作上面要赶快邀请，然后呢把人员确定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吊在家里面，你如果呢累的话下班回来看一下这个，哇，你赞美它，它会长得很漂亮你赞美它，它会长得很漂亮。好，谢谢我们的以乐，谢谢。好，所以我们下午1点半同工要有上。下午呢因为组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分2场，上半场跟下半场。所以上半场是1点半，对不对？1点半，然后1点半一定要准时1点半要准时。所以呢我们在敬拜在破冰，我们大概都会跑一次，给我们很多新的同工呢要来看的好，所以呢这个是下午的我们的事工。好，另外呢在12月7号呢
我们要召开我们教会年度的事工研讨会，也就是为了明年，然后我们各牧区有各样的事工啊，要出游什么，我们要互相来调整协调一下。所以呢，现任跟新任的长职、铁三角同工还有首长都要来参加，并且我们现在单位，我们各个单位要提出明年的事工的预算计划，11月24号前你都要提交，24号前提交，让我们的慧华干事他可以能够有一些的行政上的一些的作业哈。好，再来，接下来，好，我们圣诞节呢，好，在我们的后面的我们的接待桌上面呢，这是我们这一年的圣诞节，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来念一次，来，请，光和爱。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系列的圣诞节的系列性的一个宣传，在这一章。好呢，它的背面呢，好，它的背面呢是圣诞的祝福卡。所以呢，我们拿这个来邀请我们的朋友，这么好的圣诞节的节庆，也是邀约我们 Base 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你不只是这个我们的宣传卡给他，背面呢还是祝福卡。我们现在很少在写祝福，对不对？写祝福卡都是 LINE 就过去，你现在用手写，他会感受到你的温度。好，那你就对啊，你就祝福他啊，玉珍姐，我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健康，然后人越来越美丽，神恩待你，阿们，阿们。所以你就写下来，好不好？我们的小组长来推动，我们的小组长来推动，这个是今年呢我们很早就做出来，所以我们的小组长记得来推动哈。那在下个礼拜的感恩节呢，也请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的组员，母鸡带小鸡，然后呢，我们可以尽量坐在一起，然后来到前台来奉献哈。所以呢，这个也是牧师呢，请我们的小组长呢来一起来提醒哈。好，接下来。好，那这是我们的桌游哈，看到许多Base 的都透过桌游进到我们的小组里面。好，那每一个小组都非常的丰盛哈，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永光教会来到这里就充满了温暖，有吃有喝又有玩哈，又有灵性哈，哇，充满了喜乐。那这是礼拜五呢，我们这一届的第17期的成长班呢，有12名他们结业了。哇，他们的分享真是让人感动，他们本身的成长也很大哈，所以呢，还没有上过的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也要赶快来上哈。好，接下来12月1号是我们受洗日，刚好是在圣诞月，非常的有纪念哈。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组长同工呢热情的来邀请。那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自己感动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报名来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好，接着。好，那圣诞的嘉年华呢，在11月30号，这个是中永和教会，中永和的所有的教会的联合的一个圣诞节的活动，所以呢，我们永光教会也有参一脚，所以呢，我们有我们的摊位，还有我们的表演，那请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因为现场要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来服侍，所以我们需要30位的同工哈，所以来向我们的会宴干事来报名，是在11月30号礼拜六下午，在4号公园的823纪念碑那里哈。OK， 好，再来。好，那牧师呢，在礼拜4、5、6要到新竹有一个专题的一个演讲分享哈，我们有5名会参与哈。好，那还有我们的神学生亚伦亚拿呢今天呢到台中北屯跟重新教会在那里请安讲道，是特别为了他们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哈。好，接着好，那好，再下一个。好，那我们有一位我们早期的长老汤正虎长老，蒙主恩召，我们为这个遗嘱来代祷。那2位牧师都会来参加这个告别的礼拜哈也一起为这个家庭来遗嘱来祷告。好，那我们继续为健康在代祷的需要上，有我们的诗词老师的妈妈秋子长老娘，还有我们的家亲，还有我们的秀慧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列在这名单上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记得每一天的 RPG 也都纪念他们。好，那在还没有介绍之前呢牧师特别让我们的丽安
还有嘉靖哈他们呢特别从高雄回来，要跟我们永光的家人来致谢，在他的父亲告别礼拜上面，我们弟兄姐妹来参与，并且持续的在关心我们的立案。在5月的时候，妈妈过世，那在10月吗？10月爸爸来过世，所以这1年里边失去了爸爸妈妈，但是因着他有神的爱，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以及我们永光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让他们这个家庭非常的感动，而且被一个很大的能力来支持他们他的弟弟也因为这样子来受洗，他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所以他今天特别跟我们弟兄姐妹谢谢大家对他们的关怀。好，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立安嘉靖回到我们当中哈，在高雄嘛，对不对？常常回来不远哦。好，请坐，请坐。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朋友。好，有新的朋友是不是？来，我们新的朋友的名单。好，来我们的廖慧敏，慧敏姐妹在这里吗？好，慧敏是教会附近哦。哇，那你很适合来永光教会，对，因为在这里呢充满了温暖，而且我们等待着你。好，上帝祝福我们的慧敏，感谢主哈，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好，然后呢是下一位是杰林，是不是？好，跟慧敏一起来的，哇，杰林老师哈，非常欢迎我们杰林老师，请站起来。哇，感谢主哈。2位他们一起来到这当中，然后也跟我们认识。那我们呢再一次的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慧敏还有杰里呢我们的同工迎宾同工呢要送教会的礼物给你们。好，来，那请你们起立。好，来，请你们起立，我们弟兄姐妹也一同起立。好，好，那这个时刻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你来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给我们一个大大的爱心，爱你，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一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所有透过直播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不论你们是在国内在国外，神都与你们同在。我们依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慈悲的上帝他的圣手扶持你们，也愿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救赎在你的家不断的产生，更愿圣灵引导扶持，让你们整全的人都是健康喜乐满有见证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他活着。
妹大家平安。下个礼拜感恩节我们见，大家请坐，上帝赐福我们。And you reign